嗰種隱隱約約嘅壓力，你感受到嗎？嗰種要求你變得完美無瑕嘅期待，好似每個人嘅人生都要符合一個預期嘅模式，要輕易被歸類。最近我開始體會到，我行緊嘅路未必每個人都睇得明。當人哋見到我人生中一啲唔太尋常嘅章節，或者一啲唔符合大眾地圖嘅選擇，佢哋就會想貼標籤。佢哋會用智慧去包裝一啲警告，暗示如果你唔符合嗰個標準嘅模具，你對呢個世界嚟講就可能冇乜價值。腓立比書4章8節提醒我要去睇嗰啲真實嘅事，而唔係淨係睇受歡迎嘅事。事實係，旁觀者好少會被邀請入去建築師嘅辦公室，佢哋見到嘅只係表面、質地同埋所謂嘅唔協調，但佢哋睇唔到上帝喺嗰啲靜嘅季節入面一直為我建造緊嘅結構完整性。我故事入面一啲早被佢哋否定嘅部分，其實先係鍛煉出韌力嘅地方。我意識到我唔需要得到每個入嘅認可，先至可以去到我應該去嘅地方。如果我容許世界嘅模板去修改我嘅藍圖，最終要住喺一個唔合靈魂身形嘅建築入面嘅人係我自己。佢哋嘅地圖並唔係我嘅現實，所以我學習去接納呢種唔協調。我選擇去相信那位親手畫下藍圖嘅主，好清楚點解每一塊石頭要雕琢成咁嘅形狀。我唔需要公眾嘅共識去維持我內心嘅對齊。我只會繼續建造忠於我所領受嘅光，